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手頭上揸有5萬蚊咧，就可以喺中山住現樓啦。首期5萬蚊就可以上車，而且呢度指定嘅單位仲送10年嘅車位使用權俾你啊！從呢個屋苑出發半個鐘嘅車程就可以到港珠澳大橋關口，屋企門口就係直通巴士返香港嘅，5分鐘就可以到你熟悉嘅賣魚天茶樓飲茶食飯啊！去香山街市買餸返嚟煮飯都係好方便嘅。咁我哋即刻上去睇樓先。而家嚟參觀呢個86平方3房嘅，哇！你睇呢個廚房，有平時我哋睇其他樓盤啊，81方同埋82方咁闊嘅廚房啊，咁而家望到呢度咧就係餐客廳啦，成個進深咧有去到成8米嘅喎，咁呢個示範單位係做咗風窗啦，係可以望到山景都非常之舒適嘅。嚟到呢邊咧就係有我哋嘅3間房啦，呢邊咧就做咗個3段式設計嘅洗手間啦。第一間房係有270度嘅採光嘅，第二間房嘅視野咧非常之好嘅，可以望到山景啦。睇下主人房，呢個主人房都有20幾個方嘅，同樣都係望山景，成個視野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啱先示範單位我哋就參觀完啦，我哋睇嘅咧就係呢個9座，層高只有20樓嘅小高層嚟嘅，低密度嘅小區都係非常之舒適嘅。依家另外咧指定嘅單位咧仲送10年嘅車位使用權俾你啊，另外咧仲可以做到首期1年免息分期喎，有興趣嘅朋友快啲揾我睇樓啦！